现代台语版圣经启示录第18章。后来，我有看见另外一个天使对天顶落来，伊有大权柄，伊的荧光互地上光起来。伊大声喊：倒落去啦！大巴比伦倒落去啦！这个城正做鬼徛起的所在，一切有为的神的家牢，一切有为的鸟的鸟笼，一切有为各可恶的野兽的笼仔。因为列国拢有啉着这个淫妇淫乱的酒，引起上帝大生气。地上的君王拢有甲伊行淫。地上的生理人拢有对伊的车花放荡发大财。我阁有听见另外一个声对天顶出来，讲：我的子民啊，出来，着对淫妇遐出来，才免捌着伊的罪，才免互伊的灾祸连累着。因为伊的罪已经累积拄天。上帝为记得伊的邪恶，伊安怎对待人，就照安尼对待伊，照伊的所做加倍甲伊报应，用伊调和酒的杯，调和加倍的酒互伊。伊捌安怎用光家己，安怎车花，就照安尼互伊痛苦悲伤。因为伊心内家己讲：我坐伫宝座做女王，我毋是寡妇，绝对袂拄着做寡妇的悲伤。所以伫一日内灾祸未到，唯有死亡、悲伤、饥荒，伊会互火烧灭，因为审判伊的主上帝有大气力。甲伊行淫，过车花生活，这个地上的君王，看到城着火烧的烟，会为着城悲伤啼哭。因看到城所受的艰苦，真惊吓，拢徛远远，讲：惨啊！这个大城巴比伦！这个坚固的城惨啊！因为无偌久，你就会受到审判。地上的生理人为着伊啼哭哀伤，因为无人搁买因的血，就是金、银、宝石、珍珠、羊毛布、丝绸、高贵的紫色甲红色布料，逐种香茶。逐款象牙制品，逐款贵气的木材制品，铜器、铁器，甲大理石制品，肉桂、香料、香、乳香、酒、橄榄油、幼米粉、蜜、牛、羊、马、马车、奴隶以及人。这个生理人对伊讲：你的心所喜爱遐个好物拢无去，你的荣华富贵拢消失，永远袂当搁看到。靠这个城做生理发大财的生理人，因为看到这个城所受的苦楚，真惊吓，拢会徛远远，悲伤啼哭，讲：惨啊惨啊！这个大城！你惯势穿幼麻布、高贵的紫色甲红色布料的衫，挂金、宝石甲珍珠做装饰。一时遐久，所有的财富拢无去，所有的船长、旅客、水手，甲所有靠海生活的人，徛远远，看到城。着火烧的烟拢发，有倒一个城亲像这个大城？
因衫涂粉伫家己的头壳顶，啼哭悲伤大声喊：惨啊惨啊！即个大城！伫海尼行船的人，拢靠即个城的财富发财，因为一时仔久，伊的一切拢无去。天啊，着为着即个城欢喜！恁遮的信徒、使徒甲先知着欢喜，因为上帝已经有替恁伸冤，甲伊刑罚啊！后来有一个大气力的天使，举一块石，亲像大石帽，甲伊迄落海，讲：大巴比伦城嘛会亲像安尼，互人大力甲伊迄落去，永远袂阁看见。弹琴、唱歌、分箫、分喇叭的声，你嘛袂阁听见。逐种工业师傅，你嘛袂阁看见；话无的声，你嘛袂阁听见；灯火的光，袂阁甲你照；新囝婿甲新娘的声，你袂阁听见。因为你的生理人以前伫地上是有权势的人，因为你有用邪术迷惑万国。先知甲信徒以及所有伫地上受害的人的血，伫即个城逐所在拢看袂到。